云林市的海边啊，最近是去互发现讲有防拼30外个废弃物，这内底是有庄仔角、脆玻璃等等。环保局是已经调监视器来追查，那找到人会当依照废清法来上班，相当会当关5年，罚1500万。 30外包的太空包，内底拢是人单调的庄仔角、甲茶坊等等的物件，放喺伫咧云林县四湖乡保阿寮的布花边啊。民众看到这个情形，拢感觉实在是真失德。唔知这唔知安怎来嘛？唔知，这不能很管嘛，不懂嘛。对啊，也是要啊，因为像这边比较没有人会注意到，就会有很多人都跑来这边乱丢东西。当地有民众讲，连假前几天就看到货车驶入去布花两界，甲一袋太空包放伫布花边。 伊当阵伊就是讲是时间的车，想袂到内底藏的拢是严格废弃物。针对这点，云林县环保局表示，已经有调附近的监视器积极追查。检查内容物全部是营建混合废弃物，现场没有行为人。目前协调警方查阅监视系统当中。由于该处经查是属于经济部第5核专分署全管的地方，我们目前协调核专分署可以紧速来清除了哈。环保局讲，若是查到行为人，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来上班，判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会当并科1500万以下罚金。若无找到行为人，最近会依规定，函请看守单位赶紧处理，尽管理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